喺度做咩咧？喺度知唔知我做咩咧？不過我知嘅，如果我講俾你聽，知唔知我做咩咧？喺度同主耶穌基督好簡單，講咩咧？你估下？辛苦啦我！你要我做嘅工作，我做完啦，我盡力做好啦。呢班羊仔，我交俾你，求你喺呢個禮拜入邊保守住佢哋，帶領。我會為你哋每一位祈禱，因為太古城你哋中心嘅重開 COVID 呢個情況，讓我哋有緣相處。邊張好得意㗎？我哋一定會再見㗎。因為我已經知道有啲活動，我會翻嚟同佢幫手，一定會再見嚇。我會為你哋祈禱，我哋都彼此代禱。OK？好。就我哋一齊接受天主嘅救贖。願主與你們同在，也與你心靈同在。我哋親愛嘅主內兄弟姊妹，天主已經藉佢唯一聖子嘅復活，為然救贖咗我哋，並收納咗我哋成為佢嘅兒子。就願天主降福你們，並使你們充滿喜樂。天主既以他救贖之恩，將永遠嘅自由賜予咗俾你，願佢哋使你哋，願天主使你哋成為永生嘅繼承人。天主既使你哋藉住信德同埋洗禮，分享基督嘅復活，願天主帶領你哋今世道真正嘅生活，日後能進入天上的父家。就願全能嘅天主、聖父、聖子、聖神降福你們。彌撒禮成。感謝天主。